大家好，我係香港愛護動物協會高級動物行為支援導師 Lily。獲得食環署批准嘅餐廳係可以容許狗狗進入，對狗主嚟講絕對係好消息。帶狗狗進入餐廳，我哋都要做一個負責任嘅主人，要做到人寵共融，我哋要做足準備工作㗎。我哋大家一齊睇下以下嘅情景啦。出發前記得打電話問清楚餐廳嘅規矩，例如餐廳有冇俾狗狗進入嘅特定時段，或者可以帶幾多隻狗狗進入。同時要評估下狗狗嘅狀況，如果狗狗容易因為噪音緊張，可能佢仲未準備好去餐廳㗎。記得要自備狗狗嘅食物、水同食具。入到餐廳，狗狗應該全程扣上不超過1.5米嘅牽繩，由成年人穩妥地牽引住，或者係穩妥地綁喺固定嘅附着物。基於衛生同禮儀，千祈唔好抱佢哋坐餐台，絕對唔可以用餐廳嘅人類餐具，亦唔好喺餐台上餵食，以免養成討食嘅壞習慣。主人要時刻看顧狗狗，如果狗狗突然激動吠叫，請立即揾出原因。可以先帶佢出室外行下放鬆下，如果情況持續，可能就要提早返屋企休息啦。留意身邊環境，如果察覺到有人怕狗，要牽好狗繩，同其他食客保持友善距離，互相尊重。多一份準備，多一份包容，互相尊重，就可以一齊享受人寵共融嘅新體驗。想知多啲嘅，請瀏覽食物環境衛生署嘅網頁啦。